为您介绍上拍档我2.0主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萧煌奇，我是音乐担当，上好听的拢伫遮。大家好，我是曹雅文，我是颜值担当，上水上好看，拢伫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孝子，我担当的就较济哦，有当时我歌手嘛有担当，有当时颜值嘛有担当哦，有当时弄好嘛有担当，有当时顶面。我是讲吼，咱大家负责无款的。阮的节目要开始喽！敬请期待上精彩、上经典的节目，拢伫咧上拍台湾歌2.0。